為了紀念帶領南台科技大學成立被稱作台灣技職教育功臣的張信雄，所參與對書感恩的貴賓甲師生，都來先默哀1分鐘，嘛播送學校的對書影片，片中運用 AI 技術修復珍貴的歷史相片，呈現張董事長對民國78年到92年擔任校長期間的無私奉獻。尤其突破萬難，成為全台灣第一間對專科升格為科技大學的霹靂。會中全國校友會甲體育協會以及韓國東江大學嘛專程來致哀。校方表示，全校將傳承伊所講既然領先一定上好的精神，繼續向前。雖然董事長離開了我們，但是他種下的教育的種子早已在校園的各個角落發芽茁壯。我非常感謝董事長一生為南台的付出，親筆寫的幾句話，我覺得非常的有意義。他說對事要遠觀遠大，對人要和藹可親。最後他說，氣候多變，請大家注意身體健康。我們謝謝董事長。今日在教育部才拄核定張信雄再次應任董事長，不過伊卻佇3月過身。會中現任校長黃連富嘛領唱感恩的心，懷念這位南台永遠的大家長。同時在場所參與的貴賓甲師生嘛一一上台獻花，為張信雄這位南台傳奇的一生畫下圓滿並充滿感恩的句點。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。